当我每次出去跟人家说我没有要继续升学，然后我要去当一个年轻的农夫的时候，他们都会一开始先觉得很错愕，然后会觉得我在开玩笑。我想要买跑车，男人就是一定要有一台跑车。社长已经是有点像我的模范，他已经把我的人生目标就是他已经达成了。僕はみんなのために生きるし、みんなは僕のために生きてくれる。それは人だけじゃなくて全部ね。这里除了漂亮以外，没有其他地方吸引我。我来这里有一种被软禁的感觉。1月初5、8日按部9點，味道功夫行天下。